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汪小琪。我伫下呢，系到塔罗湾海，看到咧就是南投音乐乡鲁山文餐俩大宝哦。俩条好把到无拉去风采嘅细节，河水泡中，都饮到俩个热料嘅盆店，重新嚟非常爱饮从嘅再起。也系因为爱用嘅关系，所以贵州鲁山文餐嘅产业会全部晒掉散下去，俩大宝总得个匮乏利用咧。不过俩钓嘅业者还有见面，到底会行到哪危险呢？本单是闹热渐渐嘅街路，你也看到是冻呛浪哦。你个附近嘅店家也来起咧封锁线，大家都晒走起咧。不过乡亲也看到，你平嘅店家还有部分都嘅营业，到底你到业者很天丢到你大要做生意，还有嘛嘅理由呢？人摆那个路上晚餐总得个匮乏经验，会晒到散下去，又系嘛嘅性格亲近，乡亲朋友嘛嘅意见，村民台会强烈强下关系。开会了！好，你下呢大家都聽恁講條呢度討論嘅現場哦。樣邊呢先為大家紹介今日的參加來賓。第一位來賓呢，我們要介紹是南投縣政府的處長李政偉，李處長好。大家好。分享。第二位來賓呢，介紹是南投縣議員許阿甘，許議員好。大家好，謝謝你。第三位來賓呢，我們介紹是我們在地的旅遊達人，介紹是連秀華連老師。大家好，我是南投旅游达人，谢谢。谢谢，请坐。那各位我们庐山温泉地区的业者、乡亲，还有在地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虽然讲你下入到5月4節咯，天氣熱發發啦，不過呢度咧散當吼真見風暗涼哦，很可能上航班落台水天氣涼的時節，大家有想會來景溫餐。不過可能現在外地客就會想說，現在庐山溫泉到底還能不能夠來泡哦？是不是真的已經風山千春了？那我們這個所謂天下第一神泉的這樣一個美譽，我們過去共同有的這樣的溫泉資產，我們沒辦法再享用了嗎？今日都真是討論真切呢，先來看了解。新温事件簿。河坝水不不滚，和山谷之間搭配等蟲同鳥嘅叫聲，還有非常好嘅空氣。南投熱鬧嘅庐山溫泉區就會按聲音。除了風景好。環境安然自在之外，呢片嘅溫泉更加係當有名，是有天下第一產嘅好名聲。伊嘅迄泉水啊，吼清唔清？啊，屬於是碳酸氢钠泉嘛，吼，水質色開佫滾滾，油嫩嫩啊呢。伊本人就知影講，即邊真溫泉真讚啦，對吧？伊迄陣來到已經有化驗伊嘅成分啊，是真好嘅成分，才會講是天下第一泉。是一个天然的温泉，然后好山好水，就是其实，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下嘅庐山溫泉區少了觀光區嘅鬧熱同車法，並未認為妥協嘅當時係貪貴，喺條片拖半年前受到風災嚴重影響，然後政府意識到國土開發嘅嚴重性，所以公告為危險地區，自家開始生意就當唔好。過去是有60萬間相關業者，呢下全無一般。客人的流量來講的時候，好跟大概是在5年前來講的時候，少了至少1半以上。好，但是據之前在這邊工作的業者所講的時候，5年前的話，大概是比現在的話就是說更少了1半以上。所以說現在基本上可能只剩下2-3成左右吧。事實上，庐山溫泉區已經到進行二體重建計劃，只係部分業者同觀望。好山好水，咁實在福祉；曬到僻嘅蔬菜，咁實在再現天下第一產嘅風範。過來，只係同設施曬到而得認為計劃期地步，少了相關嘅配套，風險可能每一個業者攏是承擔。嗰個唔是講前景，呢個係按長遠嘅問題。
透过影片哈，难免有点唏嘘啦哈。看到那个狗狗啊，还有野猫啊，穿过那个没有人的商店街哈，它不是发生核灾的福岛，可是那种萧条，还有举家搬离家园的那种景况，有一点类似哈。所以这样子天下第一泉的美名要成绝响的嘛，这个问题当然很大。不过我想先请问我们的处长了哈。这个庐山温泉区已经完全零整治的可能，不可能再继续营业维持了哈。在97年的辛特克台风跟98年的莫拉克台风之后，整个庐山温泉区现在面临的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北部的一个母安山的深层地层的滑动，第二个就是塔罗湾溪的淤泉会造成水急速的上升，会造成淹水。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它属于深层滑动的话，还有另外可能性就是属于地震的部分，会不会造成母安山的一个大层的滑动，然后造成在属于塔罗湾溪旁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崩塌区的掩盖。所以在100年8月5号的时候，南投县政府在庐山地区的第2次通盘检讨的部分，已经把整个庐山地区划定为河川区跟保护区，然后针对合法建物跟私有。合法土地跟私有建部分已经做相关的补偿在案。另一属于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的话，我想在之前原民局的这部分，目前它是采取的合法的部分的补偿，然后没有办法合法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有一些相关的司法赠送的在里面。以上补充报告。各位乡亲朋友，可能来过庐山温泉，也可能从来没有来过哈。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哈，我来问题请教我们的连老师。各位乡亲看到这个图哈，这个是山林地，看到这就是我们的庐山温泉，天下第一泉。其实过去在国小很多的毕业旅行都是整团带到这里来，在国小的地理课本也有介绍到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产业历史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哦。那它这里的天然温泉，它的温度都7、8、90度哈，这种天然的碳酸泉，所以这个温泉水滑洗凝脂嘛，所以这里曾经都相当的繁盛。那作为一个很可贵的自然资源，也是曾经有的观光胜地哦。连老师，你看到刚刚当然处长跟我们介绍，在一连串的风灾产生后续的联想的效益，在国土的超限利用上，我们开始更谨慎了。那当然，在这个环境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现在可能要整个产业迁移，要迁出往下走。所以说，假设我们今天没有来过庐山温泉的观众朋友或乡亲，这里成绝响了以后。南投县政府办了一个庐山第一泉。说实话了，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么敢说庐山是天下第一泉？但说真的，我泡过这么多温泉，庐山真的是绝对在数1数2前面的哈，这是实话。然后，经过这一次的大风灾，我刚刚有跟议员的报告说，我2年没有来踏过庐山温泉了，因为媒体报道这么厉害嘛。但说实话，如果迁到福兴、埔里的话，我根本不会去泡，因为其实海拔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的那个低海拔地方哦，小黑蚊蛮严重的，小黑蚊蛮严重。如果超出那个身体超出来，很有可能就会被小黑蚊咬。所以庐山温泉如果迁到别的地方，庐山温泉已经不成其庐山温泉，内容物完全不同了。内容物完全不同。我觉得庐山温泉就是庐山温泉，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温泉。是，谢谢老师。其实可能喜欢庐山温泉的人都曾经很难忘它的美好，可是这样的美好如果因为天灾风险的关系没有办法延续，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看它的实际发生过的问题，百年风华的庐山温泉现在面临的是封山迁村，还山河于天地了哈，所以过去曾有的产业开发都要整个迁走。我们看它的时间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哦，在2008年的那一场辛乐克台风，接着2009年又有莫拉克台风，我们还记得那个饭店盖在清水区，就整栋8层楼的大建筑物倒在这个暴涨的溪水里，那样画面当然触目惊心，所以就开始想说，到底在国土利用上是不是产生了超载，以至于产生了这样公共危险的威胁？那在2011年的时候，行政院就开始定调，这里刚刚处长讲到的，我们的北波母安山这里是崩塌的浅市区，再加上我们的塔罗湾溪就在温泉的旁边嘛，所以它如果暴涨的话，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危险。它就把它定为保护区，保护区的定义就是说不可以再开发了，不能再有新的开发案进来喽。到2012年的时候也定调全区迁移，特别是指我们所有温泉区范围里面的旅馆啦，或者是土产店啊、餐厅这些全部都要迁走，不可以再利用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物，我们刚刚影片看到的那些街道，
全部都要铲平，回归山林。好，那再接着呢，那希望把这个产业就不要让它浪费掉，还是可以往下移。当时呢是找了3个地方啦，找来找去选中了埔里福兴农场这一块，当时几个理由啦，当然福兴农场可能地址是相对安全啊，交通便利啊，然后附近也有全麦，是不是有全麦？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产权很完整，是属于台糖的土地，所以一路上这样走，处长刚刚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一路都在运行，都在走，拆迁补偿也都做好了，地也找好，已经要进入实质开发了。那许议员，其实在我们南投县议会一路也在，这个算是我们议会里面一个大案子哈，整个庐山温泉的产业迁村。这样子的议题发展哈，我们看到事实上已经公告为危险区，也不可以再开发了。那也已经是确定要全区迁移。那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店家在营业，仍然有些温泉旅馆在做生意。是不是这整个开发案在内部的协调上，跟县政府、跟政府这边沟通，好像没有像那么双方利落沟通完整，因为好像不是太同步我觉得他应该应该要留一段这个观察期。他没有观察期，他就是经过有一些国土专家他们的看了之后，就是牡安山的这个部分看了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基于这很简单的1-2个理由，就贸然把它划为这个保护区完全没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观察期。我想这个观察期应该要3年至5年。如果这个陆陆续续连续不断的有风灾、天灾，然后又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作为保护区，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那所以这个过程实在太短了，而且很贸然行事。那对所有目前还在这边的业者，或者是过去还在这边做生意的这些业者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会措手不及，是不是？产业整个要调理，那是个大事情，是这样吗？他们在这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观光这个部分是贡献非常大的。议员认为贸然就是太仓促的决定，很多的配套还有前因后果有没有那么简单可以一刀切？还有讨论的空间。那当然我们一并讨论。今天现场来了不少我们在地做生意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来开放时间听听你们这一些日子来，在这个迁建案已经拟定的现在，你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有些什么话要说的？好像这位大哥，我想先问你一下一个问题，说现在怎么样？生意好做吗？客人有吗？现在的生意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每一位业者啦，都是惨淡在经营。你说迁往福兴农场，你在没有配套措施之下，你叫我们下去，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啦。我们只能在这边惨淡的在经营，纵然是在怎么讲啃老本也没办法。所以像现在开始慢慢进入夏天了，游客越来越少，那你这样一个月还有营收吗？我们讲真的，夏天的话根本就没有营收，冬天可以持平啦。这位大哥好像也是经营饭店、温泉饭店的业者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现在其实已经说起来是公告是已经是废止温泉区了那选择在自己这边继续做生意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困境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从民国60几年变卖埔里的农地，2夫妻上来温泉，买地开发，已经30几年，现在目前已经60岁了嘛。埔里变卖埔里的农地，4分都卖80几万，来这边投资举债100多万。你要叫我们政府说叫我们走，马上走，要怎么走？所以你说你一辈子心血其实就在这个旅馆，在这个房子上面，那钱都在这里。两夫妻从年轻打拼到现在都60岁了你说补偿问题都一点头绪都没有，叫我们走就走，我们要怎么走？好，谢谢。那刚刚我们处长讲，事实上这个迁建案也选了新的园区，就是我们的台糖福兴农场，就在埔里镇这个地区。将来透过政府的大量的预算的挹注，整体的规划做辅导，也是荣景可期啊。那在地的业者为什么没有那么有意愿迁到山下去，重新再建立你们的事业呢？有没有些什么心理的考量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这位大哥是吗？如果庐山温泉它迁到福兴农场，它就不叫庐山温泉了，对不对？就等于把庐山温泉给抹灭掉了。
我相信在座我们的乡亲们90%几以上都不愿意走。他不愿意走的原因，第一，你说实在要到那边去买，根本没有那个钱；要到那边去建设，也没有那个钱。第二，诚如我们许议员所讲，我们在这里，它有它的历史文化，还有它的它的高度，还有它附近的景点的所带动的一些。那是没有办法复制。在你过去长期在这里经营生意的经验，你认为去到新的区没有活路吗？你来看，那个福兴农场，它有什么条件可以做？接近平地啊，除了6号国道，它的那个交通比较方便除外。我们请李佑大人来说，他也不敢说，他刚刚就讲了，如果是要把它移到那里，他也不会去泡温泉。就先开了这第一枪了哈。好，先谢谢这位大哥。我再开放，还有没有业者要补充你的看法意见？这位举手的先生。因为我来这要60年啊，阮若无搁伫遮生活吼，别位阮无法度去。上希望讲武安山会当来甲阮装修安尼。我感觉安尼就好。所以你是感觉讲，其实现在讲起来，这里是一个土石流浅市区，很容易崩塌，有危险。但是希望国家政府可以再先来谈整治，像我们议员讲，先好好做看卖，等3、5年观察期再过来做最后的决定，是安尼嘛？好，多谢你请坐。处长这样子的期许是有可能的吗？还是专家的见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当然很珍惜然后县政府以台湾的部分来看的话，我们非常珍惜庐山是天下第一泉或富士第一泉的一个名号。但是在公共安全为前提的状况下，去年有一个地调所有一个调查报告出来，它的深层滑动已经不是在工程技术可去做克服的。人类动它不了了。对，然后它不是一个工程技术去说相关边坡的整治或是坡脚的一个处理。当然，我想我们赞成许议员讲说必须有一个长期观察期。可目前的话，一个通盘检讨划定为保护区跟河川区，其实是一个让它有休养生息。然后，其实地调所跟县府这边，这个在整个牡安山地区也设立了相关的观测井、倾斜计的一个相关的观察，这样的数据每年都在统计当中。那至于后续的通盘检讨是不是有变更的可能？我想这个部分必须要看到后面的调查报告才有可能。那当然，县政府这边必须补充报告，刚才有跟大家报告后，在整个庐山地区的补偿金的发放的部分的话，在私有建物跟合法土地的部分，第一梯是发了8300多万，8千多万；第二梯是发放了2亿8000多万；第三梯是发放了2亿3000多万。这3个梯是在这部分的补偿其实都已经发放了。这样的补偿发放，因为这里的土地使用挺复杂的哈，合法跟政府定义的违法，其实它的成分是复杂。你那些补偿金发放是针对合法的吗？应该是讲，私有土地，然后合法建物。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比较没办法去克服的一个地方，就是属于公有土地。然后它是违法建物或是占用的部分。但是处长这样子的比例比较高吧？在统计里面，它的比例是有点偏高。是我请教一下，在场这边经营的业者哈，没有拿到所谓的补偿金，你们在身份上与法不合的，请举手好吗？都没有拿到任何的救济补偿金，好，请放下。我再请教各位乡亲哈，刚刚我们处长讲说，这个国土的安全、人命的安全还是高于产业的价值啊！可能在场每一个人都还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呢，在地不是住10年哦，住20年、30年、40年，从阿公那一代就住在这边。你们在地人的心声又是什么？借这次机会也可以讲出来的。今天庐山温泉会造成这种不要说后果了哈，就是这种状况。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说，万大水库是罪魁祸首了。因为政府无所作为嘛，长期没有疏浚，又造成塔罗湾溪上游啊，还有马海埔溪上游那个原属林啊，大量崩塌下来，都淤积了泥土，冲刷到万大水库，从万大水库那个泥沙淤积到庐山温泉，跟路面一样高。对，那大水就乱流。乱流了嘛？那我们的温泉饭店盖在新水区，那也会阻挡水流，造成灾情啊。其实那饭店还没有发生风灾以前，饭店盖的都已经盖在那里了，都已经盖了。出水灾以后，政府才又重新把它归类成什么新水区、保护区。好，谢谢你。那针对整治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乡亲要表达意见？这位举手乡亲。
即使庐山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林务局那边100多小时崩塌，就是那个阿湾那个水库那边没有整治，造成这个温泉的灾害，造成我的村民都很可怜。他们贷款做那么多的房子在这边，还没有赚到钱就水灾了。不要说他们，我们原住民怎么办？你说要迁村，我们哪来的钱啊？我村民上面有300多户，连学校什么都在上面，没有把那个母安山整治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比较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德基水库上游梨山，那么大的面积在那边要喷塌了，政府为什么照顾得好好的，到现在20-30年了，他们在那边的村民安居乐业赚到钱，那我们庐山呢，小小的一个母安山都没办法处理啊。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谢谢您的请坐。所以其实在地住在这里的居民对这里的地质环境还是有信心，他们认为他们家还在这里。还有乡亲意见要表达吗？雾社上来那里不是大崩也是大走山吗？为什么台十线那里可以整治，这边就不能整治呢？你们政府这里应该要加油一点。谢谢你的意见，听到了哈。我们普遍听到在现场的村民们他们表达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天灾可能在其他各地都有，这其实是可以克服的哈。那他们认为对自己的信心还有是。希望还是可以审慎评估。那这是讨论的前一章，这是一个层次。那刚刚处长也提到，在最高安全为指导原则的前提之下，哈，那异地重建，把现在这边的产业活动移到山下新的地区，又安全又有交通上的优势，到底哪里不可行？又或者是它的哪些优势是大家还没有看到的，还是你们看到是其他的困难点？我们来讨论到说，如果把这里移到山下，这个可行性到底是高还是低的这个层次问题，好不好？现在可还不该养片报头。过去是人接人嘅上店嘅，而下差唔多靠唔到人，店家無限嘅情形，其他嘅係門數客，甚至有啲店家搭上廣告。縣政府已經點收，無經過同意嘅，順帶青菜一批得到。去年6月，南投縣政府通過計劃，要用4年嘅時間將庐山溫泉區洗走。庐山溫泉這個旅社，也是這個住民要遷離開這，我是感覺較不捨啦吼。我是感覺講這應該有法度改善的吼，是過度開發迄個除掉吼。就是講合法的範圍內底吼，應該要繼續復原到這，因為這對台灣來講吼，庐山這也是一個真有特色，閣一個真好的所在。站在環保的角度啦，或者是安全的角度，我覺得遷走我是贊成的，因為曾經發生這麼嚴重的那樣的天災。當然，這個天災也許也是人禍造成的啦。因為我一直不贊成台灣過度開發，會造成今天這樣子，應該也是因為過度開發造成這樣子的災難。所以，站在遊客的立場有點不捨，因為畢竟這個地方它其實是蠻漂亮的，經營的也不錯。可是人命關天，我覺得生命比任何其他的那個東西都重要。對於遷徙溫泉區，遊客有無相關嘅看法。不過對移動業者來講，當唔判定嘅係嗰份對當地嘅情感。土地土地片已經先發同大餅將權辦事機。當地的業者哈，大概也都有的，大概住了有40年以上。那突然要遷村的話，可能，真的是大家。其實是真的不大願意。除了同土地嘅情感，更加直接嘅就係經濟問題。因為同當地投資按多咧，然後外國可以調按他嘅資金去新嘅計劃區，避免每個業者都有各個能力。父親的那一個年代就已經在這裡哈，而且在這裡出生，就是一個已經在此地生根，所以不想要離開的人是有啦。但是政府的政策就是迫使大家可能有一點面臨一個兩難這樣。相關部署同配套措施係目前部分庐山溫泉企業者其他南投縣政府做說明同交通嘅部分。
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迫，建设新嘅旅馆同新嘅店面，也需要参考公部门嘅规划来进行。希望无明确目标嘅建议，无激动人想冒险去做。求的素材冇温泉的哦，所以会搬到赛道新界和温泉街为所。从旧家搬到新家，最实际的问题就是钱。现在县政府选定的在埔里镇的这一块台糖的福兴农场，它的腹地相当方正完整，作为我们庐山温泉区这个产业未来的新家。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到底产生困难的点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你要搬到新家，要先买土地，对吗？好，以土地来讲，现在的饭店规模，我们有小的有大的。从小的来看，一般平均来讲大概300平哈。那你买的土地呢，还要有营建的成本，要盖房子啊哈。那像这样子300平左右，大概是14间房这样子的规模啦哈。所以你要盖房子，那还有一些设备的成本，加起来大概1平总要10来万吧，甚至还有20出头万哈。盖起来，如果你要300平的一个旅馆在山下重建，大概要超过1亿元。那规模再大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庐山温泉区现有的这些旅馆的规模，大概都是在1000平左右，甚至超过1000平。那它的整体的成本呢？要超过3亿元。刚刚处长也说，这个园区是为大家规划，就是希望整个产业重新迁移到这边。议员，你一路在跟我们的乡亲业者还有在地的居民接触，县政府不是没有规划新的厂址啊，没有规划新的园区。那现在看起来这些的优惠的价格，对当地的住民来讲，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负担嘛？你觉得在实际的所谓的产业辅导跟配套上，是不是应该真的有做到实质的配套？因为我们是下个月开始，6月要开工嘛，是啊，那预定是2年的时间会完工哈。那在预计如果他们愿意配合签下去的话哈，那一直到盖房子可能也要再经过3年的时间，那合计下来就要5年的时间哈，那时间也要蛮长的哈。那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哈，那边还没有完成之前，这边哈继续我们县政府继续哈。就是关心在地的业者在这边继续营业，然后那这个罚单啊，或者是什么温泉标章哈，就不要那么很刻意的很刁难，让这些业者真的是无法生存下去。最起码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可以有点保障。然后如果要迁到我们的福兴农场，我们是希望。现在是县府是预计是每坪大概是6万块钱的成本价，来优先让售给我们的业者。这是相对福利很便宜的哈。那当然这是成本啦哈。那我们是希望说业者也来欢喜来领收啦哈。我想开发之后，它的每坪的价位可能会超过15万块钱啦。好，不过它是按照成本6万块给他们，算起来是优惠价格，对他们来讲比较轻松。不过要盖房子的盖旅馆的这个钱就不够了哈。那要怎么办呢？我想应该是无息的贷款来辅导他们哈，让他们慢慢的哈有钱的时候慢慢的还哈。那这样的话，我想可以哈两者兼顾，让业者没有很大的这个负担，这是我们的建议。是，那连老师你怎么看哈？山上的庐山温泉区，那是浑然天成的条件。现在因为种种无法克服的自然的艰难，要移到山下，等于是产业重建。可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整个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现在在座的这一批产业者，他们过去30-40年来就在这里经营他们的温泉旅馆，跟旅客互动，他们也等于是说故事的人，说庐山温泉故事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一批现有的原住户没有跟着往山下走，你觉得未来的新的所谓的住宿饭店温泉园区还有那个味吗？还有那个内容的值吗？你觉得他们下去重不重要呢？其实主持人，你问一个难题给我了。我上次跟中国时报来做温泉鉴定团的时候，我发觉很多业者他就是很能够把庐山的文化带入他们，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有他，每一间饭店都有它的特色。那是特色。但是如果说赛德克到葛哈乌，对不对？我们讲福兴比较接近葛哈乌，这些赛德克会不会讲葛哈乌？以前是你们文化上的敌人嘛，类似敌人，葛哈布嘛哈，算不算？你们会不会讲葛哈乌的文化？对不对？也得要学习。那第二个，为什么我没有很赞成从海拔高的地方到海拔低的地方？因为
海拔低的地方感觉冬天才能泡温泉，我们海拔高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比较能够泡温泉啊，花也比较美丽。是，而且那个高山景观是不一样，它有它的自然价值。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庐山温泉是比较棒啊？觉得福兴温泉，但是有一个好处嘛，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就是说我们只有成本6万块，那可能要可以跟外来业者合作，或者跟普里业者合作啦。这我心里的话啦，因为是。要不然怎么办呢？这边又不能做生意，对不对？对，老师，对，其实国土整筑是大哉问哦，这很涉及相当专业。我们就讲这个很多东西还要再讨论。不过就以消费者或观光客的角度来讲，对新的福兴农场将来这个所谓的庐山温泉要在埔里再兴再起，你觉得需要做的那一步要把它做上去的是什么？欠缺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特色嘛，因为在地化就是国际化。我们要把在地化的特色带出来，那国际才会觉得这是不是光点？那埔里的光点，我们切入点是纸嘛，纸文化。那竹山的话就是竹跟茶嘛。那我们福兴到底要用什么文化，然后跟那个庐山来串联？要做连结哈。真的是那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业者，我们是从小就在庐山，那我们必须要重新再学习。说实话，要重新再学习。是，谢谢。旧的庐山温泉区这个百年风华，跟现在县政府选定新的这个福兴农场，将来要做新的饭店园区，现在看起来两者的关联性还很低，是不是真的很低？你先写几下影片，绝对可继续强调，你该初衷。好，欢迎乡亲朋友过继续转到讨论个现场哦。因为伫下度样个所在呢，系到南投因为向个了个庐山温泉哦，人白了大部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空城，杳无人迹，没有办法再住了哈。那为了还没可能，那大家就百年历史个庐山温泉区哈，直接往下整个产业打包，往下迁移到山下，距离大概有36公里远的这个埔里镇。埔里镇也是第4评档的观光大镇啊哈。来到这个新的园区，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天堂呢？那乡亲们还有老师最关心的，我要把这个问题请教我们的处长。处长，庐山有名在它的第一神泉，就是它的温泉，还有它的产业史。我们搬到这里，移花接木，真的可以接到实质的东西吗？我们这个预定的新的园区，第一个问题很浅白，到底有没有值得赞赏的温泉全脉啊？刚才主持人或大家所关心的，它有没有温泉？那我们当初在整个规划设计里面的部分的温泉，是以在庐山福兴农场的地方在地挖地下井的方式取得它的温泉水脉，而那个水脉经过我们调查分析，它是庐山温泉的在很下坡的一个在埔里地方最下坡的一个余脉，所以它以后的水质，如果我们这6孔水如果钻得到的话，它其实是的水质的部分有点类似像我们庐山的温泉。我想这第一点是它是温泉，不是地热水。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也怕说，因为我们光编这6口，我们自己评估有没有花2亿多。那到底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我们又怕说钻出来没有。我目前同时在这个月准备探勘2个地方，一个是观音瀑布，一个是北港溪的部分，然后会由北港溪沿梅溪做相关的水。那如果有多余的水的话，我想这以后会变成我们福兴农场里面水源不缺匮乏的一个温泉的一个地方。你是说你要做探勘，那这万一探勘没有呢？探勘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会引观音瀑布的温泉，或者是北港溪的温泉。那你一定有温泉？那个地方本来就会有温泉，本来就有温泉的。以后来整个我们的整个我们福兴那种来游玩或者泡汤的话，它绝对不是只限于泡汤，它还有温泉热活区，然后还有一个活动的森林区，然后还有很好的广场，然后绿地，然后公园的部分比较多元化一点。然后还有甚至是以整个我们埔里地区往我们仁爱地区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那个旅游中心旅游中心的一个符咒点的地方。我想其实是透过一个业者集资在这边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温泉圣地的一个规划的部分。是，现在在埔里镇的这个福兴农场新的规划园区，它的第1期工程大概有23公顷啦，将来慢慢继续往下做，它整个腹地向量完成超过50公顷。第1期先做23，那工程费用刚刚是用举债的方式要做大建设的。那总共有17亿，那开发时程其实就是下个月啊，这个月的下个月就要开始做整土，开始动工，预计不到2年半的时间就要把它做起来了哈。所以呢，它的住宿规划空间
将近2700间。刚刚乡亲朋友还记得吧？我们现在庐山温泉区一般规模大概1000平上下的这个饭店，平均最大的房间数我们大概算40间好了，30乘以40大概1200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的园区它总共规划是2700间，减掉我们现在如果整个打包签下去1200间，还有多出来的，那表示说多出来的这些房间、这些空地园区。就不是完全为了照应我们在地本来山上的业者，是要开发可能有其他的规模的集团或财团要进来经营，来扩大整个它的经营规模嘛，哈，也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那刚刚问题要继续再请教处长的就是说，在这个产业辅导上，刚刚议员也在提点到的细致配套这方面，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说明吗？县政府也不是一个营利单位，在议会或像许议员这边监督下，我们绝对是以开发成本价让售给大家。然后另外有多余部分，我想刚刚还有2-3公顷的部分，那部分以后会用标售或出售方式来贴补这段期间开发成本市库的相关利息的支出或相关成本举债的部分的支付。是，那会协助在，因为它营建就是一笔大的成本，像这种无息贷款，刚刚议员提到的，这个也在内部讨论过吗？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在县政府这边的部分的话，我想在土地的征收、开发或成本价，刚才配地配价是地政处，我们有个专业小地政处在处理。在规划设计跟土地开发的工程的部分是建设处在处理。然后至于说后续的专案辅导或是有没有相关配套措施的话，我想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带回去，然后在我们的专案小组里面，跨局处由秘书长、由副县长、由县长主持的专案会议里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因为还有大概2年时间或2年多的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不是有相关法令的配套或优惠的部分？我想县政府研议之后，我想这部分还是得送到议会，然后也到时候希望许议员能支持。谢谢。那乡亲朋友对于现在规划要往上下移的这一块，在现在。不管要不要存钱准备钱来买新的地方，然后还要等它全部都营运起来，要等待期吗？刚刚我们的议员讲了，在这段所谓的缓冲期里面，你们希望得到的有力辅导是什么？你们看到了吗？跟县政府这边的细部讨论，你们有一些什么意见或者问题要现在提的？我们先把时间开放给这位先生。当初是讲说我们开发有福星，你们这边你有旅馆，你是旅馆建地。你有1000坪，我给你1000坪，无偿的，以地一地都换给你们，好，以地一地啊。地上物我跟你征收，你是没有合法的，我给你8成。好，我们都听到，那我想问结果，都有如期照说的给你们吗？他现在要我们6万块跟他买啊，6万块，像我，他说要我买800坪，4800万，我是不是抢了？所以之前地上物拆迁补偿8成的有没有拿到呢？没有啊，他只要我跟你讲，只要他们原住民才有，是原住民是这边的人，我们不是人。好，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这个问题待会我们就再继续讨论。谢谢你，请坐。来，这位举手的先生，那个吴大哥讲的是一点配套设施都没有。我本身是原住民的哈，那问题是要让我们离开庐山温泉，要让我们生活嘛，要配套。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到。那针对刚刚这样的提问，是不是有乡亲你可以切身说法的？啊，这位先生，政府一直叫我们签福星哈，光你说买地跟那个盖屋的话，可能都要1-2千万，所以我们这小商店是没有办法在那边经营的。这是你的痛苦。好，谢谢。那我再请教一下，这里也有自救会的会长黄会长，我请教2个问题啦哈。第一个，我先谈到是针对刚刚提到的哈，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风灾，产生重大损失，某种程度来讲，你们也受其灾害，你们心中的苦，跟政府这边尽量的做到产业辅导跟重建，在补偿地上物的拆迁等等等的相关配套，刚刚都罗列得很清楚。那在地方到底实践的结果是怎么样？你可以先做补充说明吗？这个问题可能要请教我们处长。这个灾民把庐山划为莫纳克风灾的灾区，灾民有分男人跟女人吗？大概是没有。这个是可以肯定。有分原住民跟平地人吗？我只是没有原住民的血统，但是我是灾民。但在土地使用上有非法跟合法啊？你们的意见是？合法的，在重建条例的第5条的第1项，很明白的写着，他对于这些灾区里面的人民，他是要
产业要重建，需要辅导的。可是，在这一个方向，他把这个庐山的问题丢给原民会，原民会他根本不理会这个，他只做他自己他想要做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痛苦点到底在哪里。所以说，如果刚刚以上所讨论的，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乡亲，他希望能够整治，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因为我们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们走出去没有办法生活。但是如果不可能，他非签不可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是当事者，我们的县府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应该来跟我们的乡亲、跟庐山地区的人开会，开一个说明会。福兴农场它现在的进度走到哪里了？它必须要说明。还有你的土地，我认为你不能把你的成本以成本价卖给我们，好像是给我们天大的恩惠。你觉得不是？不是。你这个6万块谁买得起？在座没有一位买得起。我如果说今天我有错，只因我的父亲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这边住了40-50年。一直都是合法，一直到有一天天灾发生以后，突然我变成非法。当一旦开始清理土地的时候，发现你的定位不一样了。所以会长，您强调是在这边所有的业者哈，如果在土地上的一开始被政府所定义的是违法的情况之下，你们没有拿到任何的救济或者是补偿金，一毛钱都没有。而且外界社会大众一直认为庐山温泉区的人是贪得无厌，你们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想到你们的好？那你们今天还要拿纳税人的钱？错，我们从自始至终1毛钱的救济补偿都没有拿到。我们也借着这个平台告诉各位，我们不是暴民，我们是灾民。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吗？政府给你们是产业辅导，还是给你们的是要立刻搬走，开始有各种的罚单？因为你这里已经不是可以安全使用的地方，你们现在得到的待遇又是什么呢？今天以我个人来说，我愿意要配合政府的政策，我要迁村，我在等你的福兴农场。福兴农场还没有配套，各方面都还没有好的情况之下，麻烦拜托暂停所有的一切罚款，给我们一口气。是你的意见，我们听到，谢谢处长。究竟庐山温泉我们还可不可以来泡？它到底是要封山迁村，还是它有营业之可能呢？我想这边必须跟大家做报告一下，就是在100年8月5号，整个庐山地区的都计要同班检讨，划定为河川区跟保护区之后，还有相关的合法土地跟私有建物相关补偿会发放之后，这个地方应该依照规定是不能再继续做相关温泉旅馆的使用或是民宿的使用。那这个问题我就要转给我们的习议员哈，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庐山温泉里的整个产业的重建，讲辅导重建呐，哈，也给他新的园区，但是罚单一样开，好，所以这到底是辅导呢，还是打压呢？那到底要协助他们做永续的经营，因为是希望产业整个迁村，在协助产业迁村过程中，又没有办法让他有继续做生意的这个经营的可能。我们希望所有的违规营业的罚单停止再开出来。那虽然是监察院有时候会有一些公文要求要继续的处罚，那我想县政府应该要有那样的担当毕竟这个山区跟台北观光局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想住在冷气房，他们的观点是跟我们在地这些耆老，在这边出生的人，他们知道这边的风势、水势，风要怎讨，水要怎流，他都知道。而且这5年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到说，因为观光产业发生任何一件生命财产安全发生有什么有什么损失，我想都没嘛。如果是真的有天灾、有台风比较大的时候，我想游客都自动会退房。所以您的看待是认为应该还可以维持正常的营业，至少累积一点基本。这一段时间应该让他们再继续营业慢慢的营业，当然就不要再开罚单啦所谓的也这个什么温泉标章也不要再苛求啦。我想庐山温泉它是无可取代的。老师，到底现在这种
庐山温泉区现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之下，政府可能没有主动的积极作为，就到底它是封还是不封，还是应该继续维持营业，让他们产生利润的这个空窗。那我想请问，我到底还来不来这里泡温泉？这里还够不够安全？那这里珍贵的这种温泉水的资源，我们还要利用吗？政府已经把它划为保护区了，然后每一次台风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其实我刚刚有讲，我2年没有过来，那媒体也不会过来，除了有争端的时候才过来。媒体不会为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来做宣传，所以其实我们业者已经开始不太安排这边了嘛。各位业者应该有这个体认，很辛苦啊。他们是违法营业，陆客也不可能来这里呀。几乎都，就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开车上来的时候，看到天下第一泉庐山温泉，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以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但是温泉季以前都是以各位还记得以前温泉季都是以庐山温泉开头嘞。那现在，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个叫做浊水溪台湾母亲之河的整个套装行程跟深度旅游行程，那我们清境合欢山清境，然后清爱，对不起，最近清爱很热门哦，清爱村，然后日月潭啦、水里、集集、竹山，甚至西螺、鹿港，很奇怪，庐山就断掉了，自然而然没有想要写庐山的深度旅游。是，谢谢连老师。那不过我们要说到的是，现在这个新园区已经确定在这个埔里镇的福兴农场，前置作业都已经完成了，下个月就开始整地动土了。那我们要从当地埔里镇的镇民来想，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新的园区呢？山顶上的这个庐山温泉区有整个可能产业打包在山下重建，造成另外一种埔里的平地温泉的风华吗？地方可以怎么来配合你们？你们又可以怎么来跟他们互相产生共鸣？你要有係一張問題哦，你透過下部嘅樣片，再個繼續嚟討論。三面環山嘅體型。有名嘅富高山頭中台禪寺也透無基建嘅素材，一片係離庐山溫泉區大約36公里嘅埔里福興農場，屬於台糖土地。南投縣政府規劃到今年6月就會開始動工進行旅館區開發。本來新築經營嘅翻譯場也無限定燒煤嘅工作，部分嘅架同設施將會建立出來。嗰個3年，一片將係一個全新嘅觀光區。體期工程占地有23公頃。阮里面嘛差不多一栋啦，是温泉可能去伫阮遮吼，是大家话真赞成啦。因为后仔是讲看利用这个机会吼，看讲留下起来带动阮本地的吼，一寡若做生意的啦吼，是讲伫遮要卖哦，大家较有趁吃，看有安尼无诶。埔里福興里期待透過庐山溫泉區一體重建，帶動地方繁榮同發展。不過順帶反映嘅。系套反起迎接河港建設，也會受理遇到問題發生。首先就係交通的部分，一定人多嘛，交通就一定會不好嘛。比如說我們這條馬路是比較小嘛，那車子一多的話，一定會塞車嘛，這是一定的道理嘛。那交通吼，伊即馬是講吼，有一條都要開一條新的20米的道路吼。運動是伊若講的有實在有在做，運動安尼交通就較無問題啦。雖然講南投縣政府未來也會同另外套路綜合做好，只係帶來人潮同賺錢之外，居民嘅生活品質也必須兼顧。人多嘛，垃圾一定多嘛，對不對？那比如說治安方面啊，種種一定會多多少少啦。都會一定會帶來地方上的不方便啦。衛生來部分哦，本身來講吼，當然應當是，那公所部分當然是會處理好勢啦。哦，這是後仔嘛是嘛是保理定啊，公所要管理啊。未來嘅呢片土地，還要當有設計感同正嘅判點，還要遇到鐵實上架得到。南投縣政府也當有信心，透過整體規劃，鼓勵地方建設。是在同附近嘅觀光景點做連結，提升整體旅遊嘅價錢效益。好，那個埔里鎮哦，跳過都係好山好水啦哈，因為台糖的土地產權相當完整。那處長說了嘛，現在探勘
保证未来呢也有全麦，也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再加上交通的便捷哈等等，这个地方将来是不是可以发展成新的一个温泉休闲的这个旅馆群聚区啊，也是值得期待的。虽然说现在埔里是全台湾 PM2.5 最浓的地方，但是大家一起努力嘛哈，是不是这样可以重新打造？那我想请问，在现场来参加的村民朋友们，你们对到新的家乡去，到新的家去，你们的看法观点是期待欢喜呢，还是忧虑操心？把你的问题讲出来。这位举手的先生。那我要讲的是说，庐山温泉本来是很好，那自从灾祸以后、灾区以后，那政府划定就是保护区，保护区政府两种待遇。第一个，原住民他们有私有土地，合法建筑他有补偿。那么公有土地呢，交给人民会土地管理机关。到目前为止，合法建筑也没有补偿再来就是更严重的，就是人民会要拆屋还地，租约到期你们这个就是为了他方便，把全部庐山的业者全部拆屋还地。既然说划定灾区，底下你也遵照那个灾区重建的补偿条例给我们补偿，那我们才有能力去下去，要不然根本没有办法。好，谢谢。谢谢你，这位先生的辛酸我们听到了，是不是有其他的朋友也要提出你的看法？福兴温泉的开发案，它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是要安置庐山温泉这边的这些业者，可是为什么搞到现在变成说这些业者没有能力下去，进不去？对，进不去。因为说实在一句话，这些的业者可以说通常都是说被归类为属于叫微型企业的，他们的资金并没有办法说有那么大的资金去进行投资。好，变成说，如果说我们这些业者没办法下去的时候，那请问一下，开发福兴温泉是为了谁啊？是为了谁啊？好，谢谢你，你请坐。这位乡亲朋友也有意见要表达。刚刚处长有讲过是说我们这边有什么补偿合法的部分我这边要重申一点到目前为止，可能就只有处长讲的这个部分完全合法的，有拿到所谓的补偿金。那我们这些现在待在这里的所有在座，没有一位有拿到救济金。那没有钱的没有钱，那我们怎么到福兴农场？因为现在开发案其实已经势在必行了啦，迫在眉睫了呢。迫在眉睫。希望我们南投县政府能够非常透明化的，让我们所有温泉庐山温泉这边的产业者都可以参与，灾民业者啦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所有开发案的流程，让我们非常清楚的了解。是，好，相信诉求很明显。好，请坐。有没有要其他补充临时动议的？我们一并提出来，把握这样的机会，不用客气。先反驳一下处长的话，他说福兴农场的那个温泉水是庐山温泉的余脉骗谁啊？这一条叫桃罗湾溪，是我下游有一块地，那时候我挖了150米，你知道温度多少吗？50度。塔罗湾溪的那一面这一面才有水你们根本就县政府都在骗人嘛。你觉得50度不是温泉哈？我们这边70、80度，50度太低了哈。我在下面那边有一块地，就在河床的那一边而已隔一条河而已这边有温泉水，那边没有温泉水。你跟我讲福兴农场是庐山温泉的余脉的是那个下面的脉，拜托好不好？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形成一种感觉，就是到新的福兴农场去复兴所谓的庐山温泉，是政府一头热，其实地方居民不买单、不信任的？那关键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处长做回应。福兴温泉福兴农场当初要做开发的时候，不是说完全不跟各位报告，而是他需要的前期作业太长了。我想跟几个行程跟大家报告一下：102年7月1号才通过环评，102年10月29号通过水保，然后104年6月29号才取得非都市土地开发取得部分，新办事业计划到105年1月8号。那我想为什么会跟各位报告这个？从102年到105年，经过3到4年，这段期间很多计划在那边修改改，
很多道路的部分、公共设施用地的部分或相关产业用地的部分，它得不断配合环评、水保、非都的开发审查部分去做修正。今天如果全部，我现在不想后面的公开透明，我想县政府得去面对，是未来一整年成立一个平台或什么，或者刚才的说明会。但前面的修改，大家如果看到说，环境影响说明书为什么改了这个？水保要改了这个，大家也讲说，那是不是你是不是又改了什么？我家土地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反而造成整个案子的执行上没办法。但是目前整个开发的计划的部分的话，已经定案了，而且中央已经核可了。我想后续的相关说明会的部分，或相关成立平台的部分，我想县政府这边，我想会回去跟县长这边报告之后，我们会成立看怎么样成立一个平台，或者在网站上让大家知道整个开发过程中的起程。还有它的透明度。那我想这个配地的部分，我想这边必跟各位报告，就是我的整地开发或基盘工程的部分，5大管线、电力、电信、瓦斯、自来水相关的部分，还有整地的部分，我们是预计107年左右会完成，所以会在那后面的部分107前后开始会有后续会全面的通知大家。谢谢处长代表南投县政府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愿意这样面对来做充分的说明。那议员在议会里面针对乡亲的诉求，其实你也都听到了哈，在这一段其实是个关键期，您的补充说明。我也鼓励我们庐山的业者，大家都看看能够欣然的接受到那边，但是那个前提就是他们的所有不管是合法违规的什么的建物，一定要有所补偿。在这段时间，我们议会我一定会要求我们向未来的新政府去表明我们在地的需求、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委屈。那当然一定要是有所补偿，要不然的话，以地易地不可求的时候，最起码这个补偿会一定要多多少少要补偿，没有80%有40%，没有40%也要有2%嘛那不然的话都没有钱，要叫他怎么去盖房子，要叫他再怎么盖旅馆。我说一定要有这样的办法，我们会站在我们的业者的立场。那这一段时间，我为了要让他们没有这个黑箱作业的这个疑虑我想南投县政府在最起码就是半年一次，或者是每3个月一次就所有的工程的进行的进度就所有的进度都一定要向我们的自救会来报告。谢谢你，议员。最后连老师，庐山温泉以后我们可能来不了，新的福兴农场要吸引你之外的其他人去光顾一下，您的建议？那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把庐山温泉的风华在埔里重新出发。我讲一句话塔罗湾溪的名字其实有一些学者解释叫第3地。第2地在哪里？其实在埔里，我们是重回埔里有机会的我们第1地在哪里？其实在海边。我觉得我们原住民从海边被赶到埔里，后来又被赶到山上。那山上发生危机了，我们重回我们的第2地埔里，好好来发展。我相信会有一个新的契机。谢谢。是，此安绕宽景的这样子的历史命运都是有起有伏的啦面对新的变局倒台因而用了进到汉卡反前，做得做好目前的东西，当然了解讨论唔会停啦。以上的新闻台会都基本应该讨论就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也感谢大家都去参加，你再会。